炎疫情继续拖，今麦传讲，伫咧屏东美和科技大学已经发公文，予全校的教职人员，讲若是有老师爱徛假隔离检疫，或者是爱家己健康管理14天，都爱家己付代课的费用来请老师。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引起到学校老师大家拢举双手反对，落尾学校嘛赶紧出面驳回，讲请假代课照学校本来规定。新历2月29嘛已经公告，假使若是防疫有需要，学校的老师拢会当请公假。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今年休馆时间变较长，大部分的大学后礼拜就会开学。不过，即马伫屏东的美和科技大学，防止控碳防疫要甲人偏。美和科技大学进前发函，予全校的教职员工，若是有发烧、加嗽、气管无爽快，或者是防列做是有感染风险的对象，包括隔离检疫、甲家己做健康管理14天的人，拢爱家己付代课的钱。消息一日传出来，予大家真倒单。不过学校嘛赶紧出面来驳回。那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纷争，我们完全就是比照公立学校的老师的请假方式来办理。学校讲，因为即阵啊无因防疫，对教职员工的请假条例、甲代课的代志，拢是先按照本来规定来执行的。不过已经伫2月29发布新的公告啊，全部会按照公立学校的指示，会当请公假。其实老师们真的会受到影响的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他的病假是超过14天，但是现在根据部里面的规定，就是说有关于防疫方面的病假，我们不列入年定的1年14天的病假在处理。武汉肺炎压未落来，民众的心内拢足惊吓。即马大学搁要开学啊，老师们若惊长时间踮伫无通风的所在，防话着的风险会较悬，该烦恼家己的权益升登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